台南的麻豆有一个农友张တင်雪，伊种油仔是用物理种植法，除了预防病虫害，嘛来减少喷农药，希望来种出到优质健康的油仔，予消费者来品尝。麻豆地区的油仔是当地出名的农特产品，农友希望讲透过各种方式来提升品质，同时呢，嘛要预防病虫害，为了减少农药使用，农友张တင်雪特别用物理的防治方法。它也是算是诱引它，就是说它就会抱到它。接触到它，它就会产生白浆，就是身上会有白浆菌。那天牛它是很怕白浆菌的。除了各种防治方法，打造一个友善的环境嘛是真要紧。所以讲会使看到油仔园内面有草埔、花丛，还有鸡。对环境一个友善管理、友善经营，因为这样子可以减少用农药，而且比较环保，然后对生态也比较有一个循环、一个环境的一个保护啦。文旦的后个月就会开始出栏，爱食油的民众会使加注意，时到就使拣较优质的农特产品。